在老师的指导之下，长辈将人物、风景的相片透过手机 APP 进行基础调色，由中嘉宽屏三馆王相主册所打造的上青春的台南人伫遮系列活动，创意摄影甲媒体教学班课程，正式进入最后一节课。今天主要讲的是手机的照片编修，然后要让他们调整比较好看的照片，比如说提高一些饱和度啊、对比亮度，然后暗部这些，然后让他们去对于自己照片拍摄的时候才会比较清楚，知道说我应该要去怎么做后期的部分。课程主打创意摄影结合媒体，经过6节课的学习，长辈已经学会晓基础的手机摄影基本设定以及过度操作。也为室内加国户外实际操作，互长辈拢感觉非常的受用。学到做趣味的代志，原来翕相有这好耍安尼，老师教到做好诶。我跟成了一场很有趣的游玩。本来我们拍的不好如何让它变得更美好？这个是一大进步。学到了就会当随好照相，阮就会当受用。我感觉真好用啊！因为我等会若上课了，爱去佚佗，马上会当使用到阮学到的这个技术甲资讯。经过这几个月来的迄个训练甲学习吼，其实大家拢真有心得啦。伫阮的迄个群组内底吼，常常拢有人吼，咱一寡长辈吼，传一寡足奇怪的图出来吼，奇怪啊变安尼啊，这个是谁啊？原来是他。自己拍照之后把自己修图之后变得很年轻啦。其实这是一种真我相信对长辈吼，和伊的囡仔啦、孙仔的沟通，我是真正面的迄个课程啦。创意摄影甲媒体教学班第24号正式结束，摄影老师更特别找来一台大画白相机，甲长辈合影留念。中嘉宽屏三馆王相主册会持续以提升长辈的创造力、自我价值以及社会参与度为目标，让长辈成为上青春的台南人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